大家好，我係傑出風紀選舉3號候選人4A 班嘅周麗安，好榮幸今年可以參選傑出風紀選舉，相信各位老師同學都對我唔陌生，因為我逢星期3、4、5嘅小息都會喺教員室門外當值，盡心盡力咁幫助大家。以下想送一首歌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請投我3號周麗安一票。